在社會各界愛心的支持，2026南台南家扶中心籌備的助學金，2月1號上午在台南客家文化會館來舉行頒發，一屆總共籌募730萬，預計幫助730位的受輔助的學生。現場包括家扶中心的主任、婦幼委員會主委、市府社會局的主秘，以及這位的民意代表，甲啲關注單位攏到場出席。今年呢，我們所有的贊助金額總共有730萬這樣的一個目標。那我相信730萬成就了730位需要協助幫忙的兒童，所以在每一份的付出當中，都可以讓我們每一位同學呢都能夠達到求學心無掛礙的一個目標。其實教育它是一個向上流動了最快就是最好的一個方式啦。好，你只要你在專業上你有所長的話，那將來你出了社會以後，你就能夠獨立，甚至於就是回饋到社會，回饋到你的家庭。其中今年考到國立大學的小瑩，因為自細漢父母就離婚，由着媽媽負起小瑩姊妹的生活甲教育的重擔，現在順利考到國立大學，精神使人感佩。無論我們的起點在哪，都不要急着否定自己的未來。也許我們現在走得比較辛苦，比較慢，但請相信，只要有人願意陪我們一起走一段路，我們就能永遠有氣繼續走下去。而我也想對曾經幫助過我的人說，謝謝你們，讓我有機會成為今天的自己。未來我也會持續帶着這份溫暖繼續努力，帶着這份善意傳到更多人的手中。助學金唔定會用嘅減輕小瑩求學階段嘅教育負擔，可以會用嘅更加專心來讀冊，努力朝向教育來脫貧邁進。現場包括各高中甲大學，今年總共有730位受輔助嘅學生受惠，希望會用嘅幫助這群受助嘅學生減輕經濟負擔，勇敢找出家己嘅夢想。台南新聞林榮根採訪報道。